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司政编发次人为新落成的西藏博物馆揭幕；佩洛西议长坐镇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有关北京冬奥会及人权问题的听证会；巴西西藏之家在首都圣保罗市举办西藏唐卡展。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欧盟宣传官员参加欧洲城镇采用西藏地名运动视讯会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阿若亚博士感谢日本国会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出席藏传佛教与西藏文化研讨会。纪录片《远离恐惧》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当天于日内瓦放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新的西藏博物馆在历时4年建造后，于本周三2月9号上午正式在藏人行政中央总部的西藏大厦中开馆。司政编发次人为新落成的博物馆进行了开馆揭幕。司政编发次人在揭幕典礼上致辞时，赞扬了第15届嘎夏和前任司政洛桑桑格博士成功地完成了西藏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并强调流亡藏人当前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达赖喇嘛尊者的辛勤指导和远见的领导。司政还向世界各国的藏人和支持者，特别是西藏境内的藏人同胞保证，达赖喇嘛尊者的身体状况非常良好，无需担忧。随后，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发表讲话，强调西藏博物馆是通往西藏政治斗争的大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示对西藏境内真实状况不加审查的西藏故事。该项目于2017年在前任司政洛桑桑格博士领导的第15届嘎夏构思和建造，旨在向世界传播未经审查的西藏故事，以及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遗产。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达兰萨拉各非政府团体的代表和各级学校的负责人，以及媒体记者出席了落成典礼。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于上周四2月3号出席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北京奥运和压迫的面孔为题举办的听证会。这是美国国会在北京奥运登场前再次聚焦讨论中国人权问题。佩洛西议长在听证会上发言时指出，对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许多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抗议是一项紧迫的道德责任，但他对参赛选手的安全表示担忧，呼吁运动员不要冒险为人权发声，激怒中国政府，并强调中国政府是无情的，一点善意都没有。他还进一步强调，美国和国际社会都知道中国严重侵犯维吾尔人、西藏人和香港人的基本权利和实施种族灭绝的真相。与此同时，由位于巴西的西藏之家在该国首都圣保罗市举办的西藏唐卡展览于上周四2月3号正式开幕。巴西首都圣保罗市文化秘书埃琳·托雷斯女士应邀与其他政要出席了展览活动。
此次唐卡展览活动是巴西西藏之家自2020年3月爆发新冠疫情后的首次实地举办的活动。为期15天的唐卡展将于2月17号结束。展览活动还包括喜马拉雅地区的艺术家阿汪罗达先生主持的2个艺术进修班和讲习班。他也是此次唐卡展览活动的策展人之一。另外，因法国西南部加龙河畔萨勒市市长让·路易斯·哈利瓦先生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欧盟宣传官员仁增曲珍女士于近日参加了一场主题为“欧洲城镇采用西藏地名运动”的视讯会议。城镇采用西藏地名运动由法国萨勒市市长哈利瓦先生与法国远藏组织合作发起，得到法国议会数十名议员的支持。该运动旨在为保护西藏的身份和文化获得基层民众的支持，并使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西藏境内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在日本国会在近日通过谴责中国在西藏和其他被占领地区严重侵犯人权的决议后，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于本周一2月7号下午，在东京长田町的下议院议会会议厅召开了执行委员会会议。来自日本自民党的石川秋正先生正式被任命为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新任秘书长。他表示将真诚地尽最大努力保持该小组的活力。该小组主席下村博文先生代表执行委员会和代表阿若亚博士表示感谢，并详细介绍了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大约19名议员及其代表出席了会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代表所有在中国统治下遭受苦难的藏人和被占领地区的人民，感谢日本国会议员们通过相关决议，严厉谴责中共当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此外，日本支持西藏团体超级僧伽协会的2名僧人代表于本周一2月7号访问了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并会见了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期间，他们向代表阿若亚博士提交了一份该协会的书面声明，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政权下遭受苦难的境内藏人的声援。代表阿若亚博士感谢超级僧伽协会代表的来访，并感谢他们在这个关键时刻对西藏人民表达的关心和支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从去年年底开始，在台湾出席一系列的会议和研讨会以及相关活动，向台湾各界介绍西藏的人权状况、藏汉冲突和有关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当前的局势等问题。代表格桑坚参从2021年10月开始，应邀出席台湾各大学和非政府团体举办的活动，其中包括出席台湾永久和平协会举办的会议、台湾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举办的藏医天路的西藏文化节，以及在去年11月26号应台湾大学的邀请，向该校的60多名学生发表演讲。随后还出席第7世张家呼图克图仁波切新纪念馆的落成典礼。1月13号会见台湾基督教协会会长黄春生和台湾人权关怀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等政要。2月5号，代表格桑坚参先生前往宜兰县参加雾园心灵文化园区举办的有关藏传佛教西藏唐卡绘画的展览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位于瑞士的支持西藏团体在日内瓦的国际之家协会放映了西藏前知名政治犯顿珠汪清拍摄制作的纪录片《远离恐惧》。
与会瑞士民众还在放映活动结束后，与制片人顿珠汪清先生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交流互动。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尼古拉斯·伍尔德议员、小组成员议员卡洛·索马卢加参加了上述活动。为了表彰他为捍卫西藏人民被压制的声音所做的不懈努力，顿珠汪清先生获得了包括国际新闻自由奖在内的多个著名国际奖项。上周早些时候，他被挪威议员拉斯穆斯·汉森提名为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与此同时，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纷纷举办活动进行了抗议。在澳洲的坎培拉和新西兰的奥克兰的藏人和支持者分别在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强调中共当局对西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法轮功学员和中国公民的人权侵犯行为。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